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30章，我甲我的目睭立约，无要用邪念看查某囡仔。上帝对天顶指定的份额是甚物？全能者对顶面分配的产业是甚物？减是互灾难临到不义的人，灾祸降予做歹的人。上帝减是伫监察我的路，算我每一个脚步。我若有甲虚假斗阵行，脚急要底开闸。上帝通用公平的天秤称我，伊就知我的顺全。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我的心因为目睭所看的受迷惑，我的手握着拉绳。愿我所抓的，互人借去；所种的，互人扣去。我的心若互别人的某引诱去，也是我密伫厝边的门伫等。愿我的某甲人下无别人甲伊同房，因为安尼做是真见笑的代志，是审判官应该办的罪。这是烧到灭亡的大火，将我修成的拢烧了了。我的男保女婢爱我为着因主持公道，我若毋插因。上帝起来审判的时，我要安怎？伊审问我要安怎应？上帝造我，减毋是嘛造因；造我甲因伫母胎的，减毋是共一位。我若无视善车人的需要，也是互寡妇哭甲目睭花。我若家己食，无分互孤儿。其实对少年的时，我就亲像老爸有伫养饲孤儿；对出母胎，我有伫照顾寡妇。我若看到人寒甲要死，善车人无外炮通甲。我若无摕我的羊毛，互人摸，通得到温暖，互伊对心底甲我感谢。我若知家己伫法庭有权势，就起手攻击孤儿。愿我的手骨对经架头落落去，手的下节对手后翘断去。因为对上帝来的灾祸，互我惊吓；伊的威严，互我毋敢做遮的代志。我若挖靠黄金，用纯金做靠山；我若因为财物富裕，趁大钱来欢喜；我若因为日发光，月明亮，煞暗中受引诱，用因做偶像来拜，这嘛是审判官应该办的罪，因为安尼做是背叛天顶的上帝。我毋捌因为看到怨恨我的人受灾难来欢喜，为着因拄着灾祸来得意。我毋捌容忍我的嘴犯罪，咒诅因死。阮厝内的人拢安尼讲，毋捌有人来约伯遮无食到饱。我毋捌互出外人伫外口困，门不时开要接待因。我毋捌亲像一般人暗坎过失，甲我的罪过藏伫心内。我毋捌为着惊公众的批评，惊亲族的讥刺，煞无出声，毋敢出门。我偌年望有一位会听我讲，这是我最后的申诉。愿全能者应答我，
若无，控告者就出来写我的罪状。我一定要甲派伫经架头，做法官立伫头壳顶。我要对上帝说明我一切的行答，亲像王子勇敢徛伫伊面前。我的田园若出声告我，落狗做伙提哭。我若无纳钱，白白食田园的出产，也是害园主凝死。愿鼠仔发生代替小马，杂草发生代替大马。约伯的话到这结束。